你呀，是否觉得你的男友、老公啊一点都不贴心，甚至有时候啊觉得根本不可理喻，叫他洗个碗啊，国营都3代同堂了，还没洗好，袜子啊常常穿到只剩下1只，打起游戏来呀，耳朵跟长了包皮一样啊，根本听不到。到底啊，男生为什么会这样呢？你们又应该如何去相处呢？今天呢，就让老大来告诉你啊，99% 的男人不可告人的秘密。第一，你的男人为何不陪你？点外卖你为什么没等我就吃了？我刚只是去上厕所，电视怎么没暂停？逛街买衣服你都不陪我，你只是坐在那边玩手机。来，女生啊，她喜欢的是互动，她喜欢的是参与。但我们男人啊，认为只要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啊，做着不同的事情，你饿了你吃，我累了我睡，你挑衣服我帮你拿，这就是一种陪伴，也是一种幸福啊。第二，为何男人爱看妹？你们知道吗？男生血液当中激素的含量啊是女生的6倍，这也许啊可以解释啊男生啊爱看美女啊，它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有时候啊，男友牵着你走在路上啊，迎面而来一个爆乳的辣妹，他很难不移动他的眼光，但有时候啊，这只是一种本能啊，他根本没有其他想法。第三个，男人的永远没有多远，女生啊最喜欢听男生说永远啊，但老大告诉你哦，男人的脑中啊，半年就算很久了。所谓的一直，我们把它定义成接下来的3个月、半年我们会这样做。男人他更注重的是当下的相处以及感情，而不是去幻想太遥远的东西。所以有一些男生会变得讨厌说永远，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就跟先想好中了彩券1亿要怎么花一样，它是不切实际的。第4个，男人为什么这么爱抓你的胸部？明明它是一个很浪漫的拥抱怎么还会加上给他抓2下呢？有时候这个动作是无意识的，男生有时候在抓完他根本不记得自己抓过。对于男生来说这也许只是一种习惯，一种精神的寄托，一种心理的慰藉。所以不要剥夺男生这一份小小的乐趣。第5个，你的男人都叫不动。男人爱打电动就跟女生爱逛街一样，我们总是需要一个管道让我们自己脱离这个世界，好好的放松一下。他不会在你看《爱的迫降》最后1集叫你煮饭，你为什么要在他看 NBA 最后1节叫他洗碗？所以老大给你的意见就是不要每5分钟叫他1次这样会烦死，而是叫1次之后等他看完，如果他在看完之后30分钟没有做，你再变身成哥吉拉，开始尽情去破坏地球第6个，为何男人尿尿都会喷出来？这一点应该是很多女生整天在骂的事情，但是这一点老大必须要帮男生讲话。你要知道当天不同的状态、不同的尿量，再加上包皮它的皱褶程度，以及有时候你可能尿尿的时候边滑手机，以至于它不太好控制。天气冷的时候还会嘎冷顺不小心还会分叉。你们知道吗？这些都会加重尿尿要尿得准的复杂程度。所以男生的尿尿根本是利于美的展现，请大家用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不要太苛求。第7点，为何你的男友都不喜欢把工作的事情跟你分享？男人他喜欢打的是有把握的仗，然后男人爱面子，很怕丢脸，他在工作失败时他更不可能告诉你。所以最常有的表现就是他自己做决定，然后等有结果时才告诉你。所以也许你常常气个半死但这不代表欺骗和隐瞒也许这只是他不想让心爱的人一起去承受这些属于自己的压力和烦恼。第8，你到底是跟我在一起，还是跟你妈在一起？你可能会抱怨你的男朋友陪家人的时间太多，把家人看得太重，而忽略了你。但老大要跟你说，请你记得，他先为人子，再为人夫，热爱家人，重视亲情，他绝对是美德。等你和他组织家庭，有了小孩，也变成家人时，你就会深深体会到你有多渴望他重视家人了。第9个，为何男人永远这么不细心？
一件可以穿去晚宴的衣服他当然很难穿去爬山。说明什么？是你要多包容，你无法要求一个男人同时要果断又要能够细心。他如果已经努力的安排这一次的旅行交通路线、住宿餐厅各种攻略，那你就不要去苛责他为何防晒没带到，你去多看优点嘛。如果你让你的男人掌握决定大方向，那你就在细节上面帮助他，互补才能够走得长远。第10个，为何他偷偷关注前女友的 IG？ 他只是了解一下前女友的现况，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好、更漂亮的女朋友而感觉到骄傲。如果你的男朋友发生这种情形你假装去生个小气，请他赶快把照片 IG 处理掉就好。我相信99% 的男人他都会自知理亏而来哄你。最后一个，如何面对男生太软或太硬？很多女生会说我讨厌男生大男人主义或者是说我讨厌小男人没 guts。但老大告诉你其实每一个男人他都是大男人和小男人的混合体。只要是男人他面对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事情，他都会有不同的个性。大男人的一面他有强烈的征服感，他渴求你的崇拜，希望能够独当一面的去决定事情。所以在大方向的决策上你可以放软你的姿态，尽可能的去让他表现。当他小男人的一面时他也会害怕孤独但他不容易把情绪表现出来。所以在面对男人的小情绪时你更撒娇，那保证没用。反而用一种母亲包容、溺爱、宠他的方式去哄，把他当小孩相信老大这样做一定会有用。